迎收看11节的感动时刻。今天来到小旅行的单元，是要走访三峡老街。三峡以前是相当繁荣的贸易河港，这里有很多客家人在做生意。老街保存了完整的商店街的样貌，在建筑外观有特色。老店里面有半边景，还有大庭园，带你来逛逛。三峡曾经是热闹的贸易河港，客家的茶叶、樟脑都是在这里买卖，很多客家人都在这里做生意，所以从老街的建筑外观都可以看到它保留传统商业街的繁华样貌。在我们老街可以看到很多房子上面都雕梁画栋啊，会有一些这种很特殊的一些这个山墙等等，这都是他们要去展现他们的这个财力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老街建筑有特色，开放参观的老店也处处是古迹，像是这个水井，为什么只有半边呢？这有故事的。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半边景，比如说像这一半的景就是这边的人家使用，那另外一半的景呢，另外一半的人家他们就可以从这边去使用。1895年，老街曾经被日军放火焚烧，居民重建也保留旧时的泥砖屋。是他们就地取材，用这个稻穗啊，稻杆啊，用这些东西把它做成这个土脚厝。全台172条老街，三峡老街保留完整，而且处处有惊喜。财力雄厚的人其实你可以从他们的庭院里面，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其实就是把一些像那种西洋式的那种大宅院啊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们就把它搬回家里面来。商店林立的老街，特色商品琳琅满目，不论平日或假日，游客络绎不绝。这是什么？这个是暖暖伞。三峡有许多客家人，所以老街上也能看得到客家味十足的商店，吸引游客上门。逛累了，三峡有很多客家餐馆，让游客大快朵颐。三峡这一间客家餐馆有大红花布，古色古香，就像20年前的客家农庄。另外吃的也很美味，像是这一道客家风肉就是一绝，因为它有冬瓜跟高丽菜的加持，所以肉质更甜美。在师傅的巧手下，板条也有新面貌，用客家吉酱搭上蔬菜水果，热量低又养生。三峡有很多客家料理，都把传统融合创新，令人惊艳。流金岁月在砖墙间斑驳，古朴风情却在砖瓦中飘散。半边水景半世情，三峡老街探寻感动时刻。